快把太医叫来！张太医，张太医！张太医啊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来了。刚才娘娘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您快看看有没有事啊？哎呦，微臣给娘娘请安。我今天不打你，快点！娘娘的孩子安好，估计这2年就要生了。娘娘再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啊！看他们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拍死你？哎，别！哎，娘娘别！微臣告罪，微臣告罪。哎，告罪。哎呀！丽丽，我还有件事情依然放心不下。你去准备一些猪跑，帮我打点一下侍卫。今晚我要出宫一趟。